UFO 啊 UFO， 我看两届，第一届参观阿姐伫即个岛的北边，下晡时是要转来厝的中间，会向出来，然后安尼跳出来，会向安尼走，连咪起，连咪落安尼，连咪安尼做安怎讲？毋是足自然的飞迄种跳，迄个物件足光的啊，20-30分啦，光分啊一直甲人对，甲人对。迄看一届，第二届就是，阮第二走囝为着啥物？迄心情足歹的时阵，我叫伊迄厝边有一个公园，叫伊来去公园，哪行哪讲话。就这咧，的时阵向头前红海顶，安尼过共款出来啊。就将你阮走囝看一个都精神都变足好，足欢喜的。